伫咧台南的中西区，就有一间100年历史的饼店。生活为着庙事祭典，因坚持有订单才做。店内产品拢总有100外款，店头仔咧卖却无够10款。100年饼店的日子，就是靠这的古早味拜神的糕点，迎着春去秋来。一间传5代的饼店，互咱看到坚持的精神。守着传统的饼店，已经愈来愈少了。对神明祭典清清楚楚的纸媒啊，一盘搁一盘甲饼烘出来的白仔囝，代代传落去的精神，就是互你我感动上水的滋味。公司台语台，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迄一味。